瞎了你的狗眼！公子，甘大夫不是不知，芈月曾请求大王把公子季分封出去，但被大王一口回绝了。那是欲擒故纵，真是令人担忧。芈月本无夺位之心，但大王似乎真的对公子季动了心思。看来真要另寻办法了。咱们楚国的公主果然个个如花似玉，可我看都不及王后当年的风采。那时宫中的公主们比起俊俏，个个输给王后，就连那脾气最刁钻的殷公主，论起相貌来，也不得不对咱们王后服气。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我们这辈子算是过去了。提起那个芈殷，虽然她个性刁钻，总算也嫁出去了。说是嫁到了燕国，做了国相夫人。王兄来信还提起到她呢。国相是个老头吧？算起来，殷公主年纪也不小了，燕王还是个小孩子。国相可以一言九鼎，一定是有权有势的。这个好，这个叫什么来着？秀外慧中。我怎么觉得看着还是刚才那个好？这个看上去太弱不禁风了。还是这个好，神仙玉骨，楚楚动人啊！王后说好的，那一定是最好的。奴婢是看花了眼了。可无论哪个公主被咱们公子看上，那都是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咱们公子是谁啊？根本用不着着急，慢慢挑呗。谁说不急呀？自从分封，宫里成年的公子大都封了出去，可太子一事仍无着落。甘大夫说，只有当儿先成亲，才能促使大王做决断。可咱们公子还小，尚未行冠礼。咱们大王也是未行冠礼就娶了亲的。当儿是大王唯一的嫡子，当儿成亲，那是举国大事。到时候大王若再不立太子，朝堂上下都交代不过去了。怎么了，姑姑？谁惹你不高兴了？是姑姑自己在生自己的气。这是为何？昨日我看到园子里的李子快熟了，就提了一句想用蜜糖腌制李子的话。今儿香儿他们就带着继儿去园子里摘李子，李子树高，全靠继儿用鞭子打下来。结果香儿他们还没来得及捡，就被那帮跟在公子当身边的力士莽汉抢走了不少，弄得继儿沮丧得很。那继儿有没有和他们争吵？继儿本来是不服气的，但因为你曾嘱咐过他，出门尽量少惹事，他就忍住了。继儿听话，但有时过于听话，反而显得懦弱了。这怪不得继儿，想出宫出不去，留在宫里，除了忍着，还能怎样？摔倒，摔倒！好！公子他勇武说，公子大神力！人比了不起！胡霍、孟本，你们再接着练练。好，是。公子，王后说你今日练完功就去交房殿，她有事找你呢。不去。哎，公子，我好不容易出来散散心，你又来烦我。公子，小的知道你跟这些力士们投缘，可王后真的是有要事要找你啊。当儿，给母后请安了。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是一头一脸的汗呢？冯甲在，一会儿给公子把这衣服都换了，这都湿透了，别着凉了。行了，母后找儿臣来有什么事啊？快说吧，儿臣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呢？
向王叔他们讨教图谋天下的策略。哎呀，说了母后也未必懂。可我听说，你最近从市井招了很多力士莽汉，和他们摔跤举石锁，还决力徒手相搏。你可是大秦未来的太子，身子金贵，岂能总和那些粗人们厮混在一起？若是一个不小心，他们再把你给伤着了。哎呦，母后，我大秦以军功立国，我自当身先士卒，勇冠三军。既然那些勇士是儿臣亲自招募来的，若不能与他们同甘共苦，如何收复人心呢？而且父王不也一样吗？日日习武，亲自上阵。为人君主，除了勇冠三军，还应睿智仁慈。先生让你读的《礼记》《周易》和《左氏春秋》，你都读完了吗？你父王可不喜你只是一介武夫。先生让读的书，还是日日在读，只是那些书读了让人打瞌睡，还是难免读得慢些。行了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母后叫你来，是有些东西让你看的。来，坐下。这是干什么？暮色方知少爱，我的蛋儿长大了，是到了该议亲的时候了。你看看这些画像，来。哎呀，个个都是蒲柳之姿，都不喜欢啊。这些可都是楚国的公主。来，母后啊，觉得这个还不错。哎呀，算了，儿臣的婚事以后再说吧，母后就不用多事了。哎，荡儿，荡儿，公子的脾气怎么变得这么倔强，连王后的话都听不进去了？这事也不能怪他。几年前那次杀人风，将荡儿的身子伤得太狠，痊愈还需时日。一味地围着他的心意，他心烦了就更听不进去。慢慢劝吧。公子若是连这些楚国公主都看不上，他是想要什么样的美人啊？什么样的美人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荡儿娶的是楚国的公主。秦国与楚国亲上加亲，公子们争夺楚位，荡儿又比他人多了一份筹码。珍珠，去把信使召来，我要写一封家书给王兄。是。你老跟着我干什么？王后说，让小的跟着公子，随时伺候，随时听从吩咐。我吩咐你现在就给我走开。小的知道公子烦心，我烦心是因为你太多嘴。小的该死，真是该死。哎，公子，那边就是披香殿了。披香殿又如何？那是魏夫人的住所，公子去不得。去不得？就算是天神地仙的住所，我想去也去得。公子啊，是什么人，竟敢在此偷窥于我？在下偶尔路过，情不自禁。
好一个情不自禁，瞎了你的狗眼！哎，公子，这没事吧？啊？哎，你是什么人？怎敢打我家公子？公子？什么公子啊？自然是嫡公子，王后的嫡公子当。冯甲，你与贵人说话客气点。哎，你别走啊！你听我说呀！哎，公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那么多嘴啊？公子，你是喜欢这女子？废话。那小的替你去打听打听。哎呦！姑母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我刚刚在殿外弹箜篌，不料来了个狂徒出言调戏，我就用枣子砸了他的头。谁想到那个人竟是大王的嫡子公子荡！教训得好。这披香殿明明是大王赐给姑母的，怎么会让公子荡闯进来？大王把这披香殿赐给了姑母，别人自然没有胆量来。可是那公子荡不同，他是大王的嫡子，王后对他言听计从，有一心想捧他做太子，让他养成了横行霸道的脾气。除了大王，谁敢招惹他呀？他真的会当太子吗？唉，这太子之位原本是华儿的，可如今华儿被分封出去了，公子荡又有王后做后台，眼下不好说了。也就是说，这秦国的天下有一日会落到公子荡的手里。怡儿，你若能让大王回心转意，这天下还是你华哥哥的。怡儿尽力了，但成效不大。大王的心思说变就变，你年轻貌美，有的是机会。也罢，这2日园子里你就不要再去了。若是那公子荡再来挑衅，你不妨告诉他，就算你能饶了他，大王也饶不了他。是，姑母。